切留意我哋今個星期日12月11號係翻我哋前海主會場嘅人才年會啦。好，現在接住落嚟有請主辦機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麥鄧碧如女士為我哋致開幕詞，有請麥太，唔該晒。尊敬的杜庞局长，各位业界的朋友，我晓得呢，杜局长呢对广东话听得不太懂，但是我希望杜局长呢不也介意我用香港有香港特色的广东话来支持哈。尊敬嘅杜鵬局長，各位業界嘅朋友，第3屆嘅深港前海人才合作年會咧喺今日舉行啦。而今年嘅重點咧就係深港兩地喺金融業嘅機遇，其實係非常之合時嘅，因為籌備咗多時嘅深港通咧，深港兩地嘅股票市場互聯互通嘅機制，終於喺3日前，即係12月5號咧就開通咗啦。代表住深港兩地嘅金融業嘅合作，又跨出咗一個重要嘅一步。而深港通除咗有利兩地嘅資金流通之外咧，亦係為我哋香港嘅金融業嘅人才咧，創造咗一個更加廣闊嘅發展嘅機會嘅。以互聯網金融為例啦，內地喺呢方面咧，其實行得比我哋香港仲前嘅。全國第一間嘅互聯網民營嘅銀行微眾銀行咧，早已經喺2015年1月咧，已經喺深圳嘅前海咧就開業啦。嗱，見證呢間銀行開業嘅李克強總理咧，佢喺電腦上邊撳咗 Enter 呢個掣咧，一個貨車司機佢就攞咗35,000蚊嘅貸款啦。嗱，呢類唔需要分行、冇櫃台，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啊 ，facial recognition 啊，同大數據嘅資料定一啲信用評級嘅互聯網金融咧，成為咗金融服務創新一個新嘅動力，係可以創造無限嘅可能性嘅。嗱，而喺今日嘅世界咧，傳統嘅金融機構咧係正面對緊互聯網企業同埋唔同行業嘅跨界別嘅競爭。喺科技同埋市場嘅衝擊之下咧，金融產業佢哋面臨嘅好多要重組，同時咧亦打開咗新嘅市場嘅空間，同埋帶嚟大量金融科技同埋服務創新嘅機遇。嗱，先行先試，敢於創新，就令到前海咧成為一個優秀嘅創新嘅試驗嘅平台。加上深圳雄厚嘅技術嘅研發嘅能力咧，係有利深港嘅合作，構思更加創新嘅金融嘅應用同埋服務。至於我哋香港咧，就擁有熟悉國際金融同埋風險管理嘅人才。只要我哋好好發揮我哋香港同埋前海嘅優勢咧，我相信深港兩地可以成為金融服務創新嘅先驅，甚至能夠成為國家同埋國際嘅典範。我哋生產力局咧一直都致力推動深港科技合作同埋人才交流。我哋非常榮幸合作主辦第3屆嘅深港前海人才合作年會。年會已經成為深港人才嘅重要嘅交流嘅平台。其實喺呢度咧，我有好多人唔知道，我哋生產力促進局咧喺內地咧係有一個合法嘅培訓牌㗎。嗱，呢個培訓牌咧係可以喺廣東省嘅各城市咧都可以推廣一啲培訓嘅服務，甚至可以登廣告賣廣告嘅嚇。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想喺內地做多啲培訓各方面咧，其實可以諗同我哋生產力促進局一齊合作嘅嚇。咁另外大家都知道咧，特區政府咧就講咗一個再工業化呢一個政策咧，其中裏邊有一樣咧叫做 retooling 啊 reindustrialization 同 retooling。retooling 我哋中文譯做係咩咧？係重新整備。嗱，我哋講緊咧係培訓人才咧，就唔係淨係培訓佢嘅技能，而係培訓佢嘅能力。嗰個能力咧就係我今日教咗你呢樣嘢，有新嘅嘢出現嘅時候咧，唔需要下下都要一定要培訓，而係佢有個能力識得點樣去應變，點樣去接受新嘅挑戰，呢個先係重要。咁正正咧，我都希望喺個人才培訓嘅前海同埋香港合作嘅咧，都係培訓人嘅唔係技能，係一個能力應變嘅能力。咁
咁我好期待今日與會嘅香港人才同埋專家、金融業嘅代表同埋前海嘅香港嘅商會嘅代表咧，能夠集思廣益，探討前海以至深港兩地未來嘅金融合作嘅商機，深化我兩地金融人才嘅交流同埋人才嘅培育發展。我喺呢度謹祝今日嘅年會圓滿咁成功，多謝大家。